第8場皮亞士紀念挑戰杯，艾兆禮策騎尤達榮嘅顏色之王，300米喺馬林入邊加速，最終200米透出夜馬。摩加里都落嚟影頭馬相啊！皮亞士紀念杯入邊嘅皮亞士究竟係咩人呢？其實佢喺1940至41年曾經擔任賽馬會嘅主席。當時日本侵略香港，雖然皮亞士已經58歲，但仍然自願當兵，但不幸戰死。及後賽馬會為咗紀念佢嘅事蹟，就設立皮亞士杯。而家頒獎嗰個就係皮亞士家族嘅後人，而2位領獎嘅就係馬主顏先生啦。雖然顏色之王今季喺洋紫荊短途錦標輸咗俾星際快車，但係季尾都執返個皮亞士紀念挑戰杯，都算係標個尾會啦。